看啊，大家看了拢真感动。这内底咧讲什么款的故事咧？但是咧真爱的人啊，有一天他可能因为生病失去了记忆，哇，那你要甲伊生活，这所有的过程内底是真正五味杂陈的吼。来听看卖咧，谢怡君的新歌《我的等待你》。白云不知随风飞倒去，留下天边美丽的空气。想起你牵阮的手，像白云飞过去，想要留也留袂离。是着来到约会江边，海才犹原孤单哭几年。敢是同款的心情，才陪伊全答应，不茫传来你的消息。才犹原孤单哭几年，敢是同款的心情，才陪去全答应，不茫传来你的消息。相信你会搁回来，我会等待你，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。我若生命到这止，我嘛无所谓，我会化作天星保护你。相信你会搁回来，我会等待你，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。我若生命到这止，我嘛无所谓，我会化作天星保护你。这是来自便当妈妈谢怡君所唱的《我的等待你》听。好，接下来要来介绍一首新歌，这是便当妈妈谢怡君啊，在今年啊推出个人上新的专辑，叫做《我的等待你》。
这首歌曲的背后一个故事是咧讲，作词作曲的老师啊，伊哥哥因为去得到这个罕见疾病啊，因此咧也智商呢退化到只剩下5岁，跟他小朋友同款。但是都已经娶某啊呢，所以啊，这就互伊的吼，伊的某咧要照顾伊，照顾较足艰苦的哦。其中啊，这个 MV 当中呢，就一幕就是咧讲啊，这个做翁的哦，啊，因为智商就退化了嘛，就把那个龟苓膏哦，本来是要摕互伊食的。啊，因翁就甲这龟苓膏插伫落地啊内面啦，啊，就安尼想辣安尼吼，啊，因某就足生气，就甲骂讲：你敢会当卖安尼？我足痛苦的，要甲你照顾，你因真辛苦，你我甲龟苓膏用啊，规身躯拢是安尼，我真正足痛苦的啦。我就哭啊，我就甲骂了对啊。啊，结果因翁只能讲哦，智商只剩下5岁，但是还是把这个鸡蛋糕拿出来哦，就讲。这个龟苓膏我是要摕互阮某食的，阮某爱食龟苓膏。啊，然后两个人咱斗阵底下好，迄底下好啦。我真正是我看了迄个 MV 就讲，哦，真的很感动呢。就是说，这个导演哦，刻画人性的方式是非常细腻的。当然啦，这嘛是因为有真实的故事叫法度吼，这个拍得这么样感人。当然啦，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预测去有切讲。无常甲明仔载都一个先来，所以咧，咱每一个人拢来好好来把握吼，跟身躯边的人相处，这个斗阵的每一天。我会等待你，谢义军的歌声。倒去，留下天边美丽的空气，想起你牵阮的手，像白云飞过去，想要留也留袂离，是着来到约会港边。海才犹原孤单后几年，敢是同款的心情，才飞去全答应，不望传来你的消息，相信你会搁回来，我会等待你，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。我若生命到这止，我嘛无所谓，我会化作天使保护你。白云不再随风飞倒去，留下天边美丽的空气，想起你牵阮的手，像白云飞过去，想要留也留袂离。就来到约会港边，海才犹原孤单后几年，敢是同款的心情，才飞去全答应，不望传来你的消息，相信你。等来，我会等待你，
为你等待，就是唔放弃希望。一个感动人的真实故事。谢怡君，我爱等待你。相信你会搁等来，我会等待你，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。我若生命到这时，谢怡君头一张专辑《我爱等待你》，豪记唱片，好去哦。为你等待，就是唔放弃希望。一个感动人的真实故事。谢怡君，我爱等待你。相信你会搁等来，我会等待你，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。我若生命到这时，谢怡君头一张专辑《我爱等待你》，豪记唱片，好去哦。为你等待，就是唔放弃希望。一个感动人的真实故事。谢怡君，我爱等待你。相信你会搁等来，我会等待你，望你千年万年也愿意。我若生命到这时，谢怡君头一张专辑《我爱等待你》，豪记唱片，好去哦。